打工仔必知，打工仔必知。第一，香港 vs 內地同事共事差。第二，職場加薪升職預期下降。第三，嗌將改寫香港職場格局。第四，港漂女留港4年觀點。第五，通說香港職場60歲重新出發。第六，議員倡設彈性工作方便主婦投入。第七，每日雜誌本地勞工日做14。第八，科技人才重新定義成功揭示2，跟各位香港打工仔同走一程。今日幾場講講職場新變，薪金升級，真係息息相關啊！記得 comment 同 like。share 俾你朋友 ，subscribe 訂閱頻道 ，follow 有乜料，小料二人每日為你篩選最新最貼地嘅資訊，下次見。